再来看高雄公山的超市公司，和外界表讲，公司的资本业只有50万，也毋过对巴西进口8000多万粒的鸡卵哦。国民党指讲这是人头公司，呼吁农业部就爱公开合约，甲公司背后的大股东。农业部是表示讲，超市公司是一间贸易商哦，有取得巴西等非一区鸡卵进口的许可，佮加上因的报价是正俗，所以才有进口鸡卵的资格。为着解决国内进前的鸡卵供应食来问题，迄当时农业部积极为各国进口鸡卵，位伫高雄公山的超市公司，就是其中的一间。虽然资本额只有50万，却会当为巴西进口8000多万粒的鸡卵。国民党早起召开记者会，质疑超市鸡卵进口案疑点真多。农业部的说法一变再变，让人家怀疑，到底这幕后的大股东是不是跟你农业部、跟你任何的绿营的任何的政治集团有任何千丝万缕的关系吗？国民党桃园市议员领导认为，农业部应该公开甲超市签署的鸡卵进口合约，也爱透露超市背后大股东的身份，才会当消除外界认为超市是职人公司的记录。那农业专家林如虹是伫并且普文表示，农业部家己讲超市有母公司是长期从事两项工作的。公山五记两行，也毋过两行已经伫民国97年无营业啊，佮安怎有背景真高？农业部回应表示，超市因为是进口贸易商，加上出伫巴西等非疫区能源条件，也出伫检疫文件甲进出口无效成绩，最后因为报价俗，才选择超市。代理贸易商的这样资格的，一定是贸易商才有这样的资格，所以他跟冈山的无机蛋应该是独立的两个个体，他就已经完成任务了。这就代表，其实他进口的能力，包括确保安全的能力，跟他的资本额的大小，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啊。根据了解，超市早伫去年9月成立，从事进口鸡卵，并不是专门为着要进口巴西鸡卵才成立的公司。农业部表示，超市8月进口鸡卵中，共检出无合格损失100万，显示超市资金调度无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